台语时间，那日头还未出来，叫做拍蒲光。拍蒲光来呢，叫做透早日头出来。啊，刷来呢，就是早起当食早顿。热人的时间呢，拢是伫6点开始，寒人日头较短，差不多伫7点的时间。啊，早起来呢，叫做半昼。吼，半昼后壁就是要食中昼啦。吼，所以中昼午时的时间啦。啊，刷来啥物你怎知？我知，就是食下晡第一时间。食较早啊未啦。迄个时阵吼，当啊顿困中昼，当啊开始，啊，搁有一个叫过昼。过昼出来开始翻点，翻点嘛叫做下晡，所以叫做下晡茶。出来呢，就是日头要当要落山，黄昏的时间嘛叫做暗头啊，吼、暗头啊算呢，吼、就是啦，日头已经落山，叫做长暗啦。啊，算什么时间你敢知？我知，再来就是食暗顿的时间咯。对，古早人吼，暗时7点过，2点钟算一更。所以呢，到一句话安尼讲，一家人2间落，3间鬼，4间贼，5间鸡啦。吼，所以呢，暗时来到3更，子时的时阵，鬼长济，吼，鬼门开嘛是伫这个时间。啊，刷的呢就是暝半4加天啊，迄个时阵吼，人当咧困落眠啊，所以贼仔较会长济。吼，这就是咱台语区分时辰的讲法。